耶利米哀歌第3章。我就是因主震怒之杖而經驗到苦難的那個人。他率領了我，帶我入暗中，飛入光中。他真的反手攻擊我，終日再三地攻擊。他使我皮肉燒損，折斷我的骨頭。他築壘攻打了我，用苦膽和苦難圍困着我。他使我住在幽暗的地方，像死了許久的人一樣。他用牆圍着我，使我不能出去。他使我的銅鏈沉重。我每逢哀呼喊救，他總把我的禱告閉塞着。他用砍好的石頭擋住我的路，使我的路徑彎曲。他像埋伏的熊，要撲着我，像獅子在隱密處。他使我轉離正路，將我撕碎，使我淒涼。他彎了弓，立了我做箭靶子。他把他箭袋中的箭射入我腰腎肺腑。我成了萬族之民的笑話，和他們終日所唱的歌曲。他叫我飽嘗着苦楚，使我吃於了苦齧。他用沙礫使我牙寢，他使我蜷縮於爐灰中。他摒棄了我，使我喪失平安。我已忘了福利是什麼，我就說我的耐久力已衰盡，我由永恆主可得的指望也消失了。追想着我的苦難和流浪，簡直就是毒菜和苦齧。我的心一直追想着往事，我裡面就沉悶。但以下這一點，我心裡一回想，我就因此有指望了。永恆主的堅愛永不斷絕，他的憐憫永不止息，是每天早晨都常新的。哦，你的忠信好大啊！我心裡說，永恆主是我的業份，因此我仰望他。人切候着永恆主，心裡尋求他，永恆主必好待這人。人仰望永恆主，靜默等候他的救恩，真好啊！人幼年時負軛，真好啊！讓他獨坐無言吧，既是永恆主加在他身上的，讓他口貼塵土吧，或者還有盼望。讓他將腮頰向給擊打他的人吧，好使他飽受凌辱。因為永恆主必不永遠秉絕人，因為主雖使人受苦，還要照他豐盛的堅愛施憐憫，因為他並非由衷而使人遭苦難，他並不甘心使人類受苦。人將國中被囚的都壓在腳下，或當着至高者面前屈枉人的正直，或在人的爭訟上顛倒是非，都是主所看不上的。除非主命定，誰能說成就成呢？是禍是福，不都出於至高者的口麼？活人為什麼哀怨？人為什麼因受的罪罰而發怨言呢？我們來檢討考察行徑，回歸永恆主吧。我們來獻心，舉手向天上的上帝禱告吧。
我們悖逆背叛，你並不赦免啊！你以怒氣籠罩着自己而追趕我們，你殺戮並不顧惜，你以密雲遮蔽着自己，以致人的禱告不能透入。你使我們在萬民之中成了遺穢和垃圾，我們的仇敵都抿着嘴來嘲弄我們，驚恐陷坑都臨到我們身上了，破毀打破也來了。我的眼直流淚河，都因我眾民遭受的破毀。我的眼直流淚不停止，沒有休息，直等永恆主從天上垂顧而下看。我的眼使我傷痛，都因我本城眾民的緣故。我的仇敵無緣無故緊緊追捕我，像捕雀鳥一樣。他們要了結我的性命於坑裏，又將石頭拋在我身上。眾水淹過我的頭，我說：我命絕了。永恆主啊，我從陰坑最低處呼求你的名，我的聲音你聽見了。我氣喘喘地呼救，不要掩耳不聽哦。我每逢呼求你，你總臨近，你總說不要懼怕啊。主啊，你曾為我的案件而申訴啊，你曾贖回了我的性命啊。如今永恆主啊，你見了我受的委屈了，正顯我理直哦。他們之一味想報仇，他們之陰謀要害我，你都看見了。永恆主啊，他們的辱罵，他們之陰謀攻擊我，你都聽見了。你聽見那起來攻擊我的人口中所說的話，以及他們終日所思想要攻擊我的事。他們或坐下，或起來，求你都察看，我都成了他們的歌曲了。永恆主啊，照他們的手所作的，向他們施報應吧。願你使他們看出你的心，願你的咒詛歸於他們，願你憤憤地追趕他們，毀滅他們，離開你的天。註腳1第13節，薦與兒子一詞同一字。2第14節，萬族之民，有古卷作我的眾民。3第17節，他，傳統作你。4第19節，追想着，改點母音翻譯的。5第22節，永不斷絕，傳統作我們不滅絕。6第26節，永恆主靜默，仿70子翻譯的。7第41節，我們來獻心舉手，經點串翻譯的。8第46節，古卷及敘利亞譯本46至48節排在49至51節之後。9第48節，我眾民，希伯來文作我人民的女子。10第51節，我本城眾民，希伯來文作我本城的女子們。11
56節，我氣喘喘地，意難確定。12、13第66節，願你憤憤地追趕他們，毀滅他們，離開你的天。傳統作，願你離開永恆主的天下。13注腳，本章每3節每2行首字第一字母皆相同，作為一組，22組字母的次序，即希伯來文字母的次序。